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就在3、4天之前，美国人就一直讲，伊朗要来攻击到以色列，真正，伊朗攻击以色列，出动了无人机甲飞弹，事先情报讲了3天，确实被消灭99%，飞弹呢拢向消灭无人旁。这敢是演戏，也是更大的合纵连营在中东。今仔日咱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政治大学外交系兼任教授李定科。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二位，资深军事记者郭丰竹。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咱台湾智库资深委员张国成。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全球防卫杂志主任陈国平。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看这条新闻：伊朗甲以色列的冤家冤未煞，原底以色列是讲要进行着报复，结果今仔日甲解除，未进行报复。但是今仔日解除讲要互伊朗接受同款的对待。伊朗讲因呢无要互局势来恶化，毋过有适当的自卫行动。啊，那媒体讲拜登一通电话就互纳丹亚尼胡来改变心意。那美国白宫无证实这件代志。以色列对伊朗拜六的攻击，以色列内战是内国，敢有要报复？国际社会认为以色列也未决定。伫美国希望以色列避免中东情势升温自我曲折时阵，以色列十个放一段影片。Iran will face the consequences for its actions. We will choose our response accordingly. 以色列政府消息人士讲，纳坦雅胡伫咧24点钟久内两边转接战时内国，评估要安怎应对这边伊朗的攻击。伊朗也强调无想要加重紧张情势。به چنانچه ارتکاب دیگری صورت بگیره حتما اقدامات قاطع و محکمتری در جهت ایجاد بازدارندگی صورت خواهد گرفت. 对有媒体报道讲，伊朗这边攻击以色列是精心设计，要演一场上壮观的戏。也个伊朗要攻击进前，有向国际社会警告，美国白宫讲这款报道拢是唔对的。伊朗也否认相关报道的内容。To coin the phrase from the president, or steal a phrase from the president, it's malarkey. 伊若对总统拜登一通电话，就互以色列总统纳坦雅胡改变心意，未对伊朗报复，白宫也无证实。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咱首先呢，先来看到底这个伊朗甲以色列这个冤家吼，应该啊讲对4月1号就开始啦。4月1号开始哦，这坎切我就吼较感性来讲，一些人相信吼，伫迪马斯库的这个伊朗的领事馆，对这开始吼，啊拜登4月12号就警告伊朗讲，你唔通动手，伊朗讲啊，我唔能拍假，向增效我无甲增效转去。吼，结果开始咯。这次吼在13号吼，黎巴嫩吼，即黎巴嫩吼，真主动发射55粒的即个火箭弹啦，吼。啊，这是对东边在顶头即北边来。伊朗哦，即军方吼，伊3个战术，头一摆是无人机，170只，叫做 Shahid， 吼，即看到啦，即个伊朗的即个波斯文哦，叫做看到啦，吼。像117只，170只。啊，第二站吼，就120粒的这个弹道飞弹先来，吼。啊，弹道飞弹较无法准，搁来30粒的这个巡弋的飞弹落来。以色列讲我99%拢甲炸起来，吼。啊，以色列用这个吼铁穹系统啦，就是敢若迄个咱细汉时阵看迄个无敌的铁金刚吼，啊，拢甲迄个你讲炸起来，吼啊，然后吼340至428亿个新台币，这一处，所以看起来吼是以色列吼开钱开较济，但是这到底民主上好一条，我想请李老师来讲吼，你感觉国际上对这项代志，这个反应是啥物？
以色列吼拍这个伊朗啊，驻迄叙利亚大使馆、迄个领事馆吼，啊，台起两个迄个伊朗的briefing啊，迄个应该讲是迄个将军啦，将军。那就来讲国际法来讲吼，这是违反国际法啦。是啊，对啊，因为这是外交的机关嘛，人外交的这个机关，表示讲这是一个国家的领土的一部分啦。所以吼，以色列派用这飞弹吼，来这里拍伊朗迄个驻叙利亚的在馆的领事馆吼，真正是吼。引起足侪国家的安怎讲啊批评啦，讲话你若做到这个地步安尼吼，以色列开始是唔承认的，伊向左伊拢唔讲咧，其实大陆美国嘛讲，美国讲伊做咧，奇怪吼，美国替伊人讲咧，讲这是以色列做的，跟我无关系啊，因为吼，这个伊朗过去咱拢知嘛吼，向来拍伊朗，伊朗就拍向，这波跟以色列差不多啦吼。你会记得有这有名的小拍机。是啊，你会记得这个美国有，敢若是2年前用这个什么无人机有吼，暗杀一个伊朗派驻迄个叙利亚吼，迄个圣城军的最高指挥官索莱曼尼亚。迄阵伊朗安怎报复？伊朗就对伊朗的本土用飞弹拍这个美国啊，离迄个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嘛，无拍半死人啦。毋过咋？甲迄个基地吼拍到吼，烂糊糊去。一寡美军吼，讲了什么？恶龙啦，你知毋知？听无去啊吼，个脑震荡啦，是安尼吼。安尼伊感觉伊有民主啦，对老百姓用交代。你看，美国欺负咱嘛拍美国，美国毋敢安怎着，因为后来美国无个报复啊，无啊。安怎讲咧？拜登讲咱就无半个人死也无要紧，是安尼。意思是伊是这种个立场来解说啦吼，所以吼。讲倒转去啦，以色列吼拍这伊朗吼驻这个叙利亚大使馆啊，伊实在看唔对啦。所以这边吼有一个英国记者这个讲啊，问迄个英国的首相啊，英国的迄个外交部长啦，讲外相，讲咱英国吼，你外国吼，伊大使馆向攻击，对，咱是什么？你要安怎用？你要安怎用？伊讲好，咱一定足强烈的报复啊！伊讲安尼伊朗算唔对。是点你唔知，所以吼这边吼，伊朗拍以色列报复嘛吼，英国啦、法国啦、德国啦，拢讲伊朗唔对，其实吼啥唔对，应该好来研究啦。个真歹讲咧。对咧，那这国际法咯，这是以色列先挑起来，伊先动手啊，让伊朗报复啊，伊朗的报复。嘛，毋是讲拍死足侪人无啊，嗰个小女生受伤而已，其他人无嘛吼。所以有人讲吼，这我看英文的报纸定定咧，这一处定定咧写讲，因是 performative 表演性质的，吼。这我要来请教吼，就军事行动而言吼，不管是郭明兄还是讲洪忠兄，洪忠兄你先讲，到底伊这个军事行动看起来是安尼，架势真十足，姿势100啊。但是吼，有互你防卫的这个可能性，因是安怎想？我感觉即届伊朗啦，看起来吼，伊真正是要演一出戏啦。因为这个戏来讲吼，对中东的这个局势来讲，因为过去咱想着拢讲是阿拉伯国家咧拍以色列，但是以色列个想讲我想办法，找美国、找法国、找其他国家去分化。阿拉伯国家，但是即届颠倒过来，因为严格上来讲吼，伊朗毋是阿拉伯国家，伊有阿拉伯人，但是上少的人，伊是波斯的人，所以伊家己的教派是虽然讲即马是革命，1970几年革命之后是个什叶派，但是伊和其他的所在无一定拢共款啊，包括你即届讲约旦、Jordan， 想要要替以色列去炸迄个无人机，敢有需要？对啊，参李老师嘛有开讲着讲，那这个时阵怪怪的吼，是毋是内底有啥物阴情咱无讲的吼？其实后壁来讲，但是倒体来讲，是安怎伊朗进前3天就要去其他国家讲，我要拍哦，我真正要拍哦，恁交代也好哦，伊嘛别甲美国人讲哦，当美国人讲好认啦吼，拜登讲好认啦，但是。有可能伊嘛知影啦，所以以色列
伊嘛知影，拢准备好啊，但是拍起来，那就两边拢有得分，两边哪有拢无输的感觉。虽然讲起来讲哦，99%伊朗拍的物件拢去用砸落来，那就讲民主较无，但是以色列讲开做侪钱，吼，我开单做侪，直直去，啊直直砸，啊当然佫有开其他的费用，咱佫无讲吼。所以看起来是要演戏，啊，但是嘛有对手，甲我演对手戏。无你加一个人吼，一个演家吼，袂当偌响啦吼。有对手，甲你演才有法度。啊，就是讲高胜过讲吼，包括我伊朗拍这个，因为你拍我大赛馆嘛，所以我拍出兵是有道理的。吼，但是啊，真正讲足大的伤亡造成以色列遮足大的伤亡，啊个平民的时阵，伊可能个较无法度。啊，以色列咱讲即摆即届表现得上好，咱大家嘛看过，之前几年嘛有表现过，就是咧。咱讲 Iron Dome 这铁墙，其实伊布置的所在，拢是城市人较侪的所在。乡村所在，乡村所在，伊人少，伊根本无把去查，因为伊电脑上高算就是算这尔，伊毋是咧算讲哦，倒位有我有去拍去，毋是，伊算得清楚讲哦，迄伤远的迄边无人，我有把去查，互伊去查，互伊去蹦无要紧，你去蹦遐无要紧，吼，你拍无准的我无算，你后壁入摆我城市内底，我遮。100万人、20万人伫遮，我一定要砸落来。所以伊迄个开钱开伫遮，其实某人讲吼，因为开这个，因为演这个，所以纳坦雅胡这以色列这迄个总理，颠倒伊会度过伊政治的危机，因为因进前伊的支持度无悬嘛，直直落嘛。因为伊人质拢直直抢无转来啊嘛，吼。啊，虽然美国有介入，但是放人的时阵嘛是爱搞换条件，对伊来讲是毋是？拍击伊的威信啦，有加分啦，有加分啦，但是这大家拢在算，所以这局我是感觉讲，敢若无输家啦吼，看起来敢若无输家，表面上是安尼。是，张老师吼，我读到一篇吼《New York Times》吼在写的，基本上第一，伊认为讲，伊拢伊嘛有内部伊国内的压力啊，吼，这袂使呢，这一定爱出兵来拍，吼，这头一个。第二个，伊嘛讲啊。纳坦雅胡，伊嘛有国内压力啊，伊嘛是爱抵抗啦，吼啊，所以到底是啥牺牲咧，毋知。但是伊上后尾伊的结论吼，伊是讲，吼，即个最后的输家伊评论啦，吼，但是伊毋是讲真强烈的评论，伊敢若写讲吼，啊开钱开较侪就是以色列啊，吼，伊算做输，但是伊交到新的朋友啦。毋是新的朋友，就是讲，即寡旧朋友佫甲伊吼，佫甲连接起来。即一处啊，即个乌鲁旦，吼，即个约旦呐，吼，即个乌鲁旦，啊，即个沙特阿拉伯啊，吼，即拢有帮助伊吼，有诶是起飞飞行机啦，有诶是雷达吼，即分享啦。到底是即局哦，你听起来吼，敢若是迄落，咱搁咧看迄个电视吼，即单位节目讲吼，即个关键时刻，咱咧讲吼，即后面有人咧来操作，敢是安尼，按遮拄啊好。我认为这两国吼，伫迄个所在对抗已经足久啊啦。哈，即边吼真正算啊遐大吼，我赞成是演戏啦，就是至少爱演互国内的人民。甲国际社会看，以色列伊是一个民主国家，伊的政党是会轮替，所以咧，伊国内的压力较大。伊朗呢，虽然伊嘛有总统的民选，但是不管如何，伊的政治的体制，互伊面对的国内的压力，无以色列较大啊。吼，但是不管如何吼，演一个是有需要啦。而且咧，这两国吼，对咱台湾来讲，我较关心的吼，较毋是讲倒一国对，还是倒一国较毋对。唔对，因为国际政治足复杂，历史吼讲实在，每一个国家拢无讲完全对，嘛无完全毋对。我较注意的就是，咱台湾会当为即种国际上的代志，会当有啥物教训，会当学到啥物物件。第一咧，我看到就是这两国吼，军事的实力，拢会当支持伊个国家的政策。亲像伊朗，我要报复，
讲实在吼，伊利用其他的方式来报复，亲像杀人、恐怖的攻击、暗杀，这个对以色列来讲吼，成本上低嘛。颠倒较歹防，因为以色列嘅公司、以色列嘅人民，全世界拢有嘛。假使伊朗伫倒一个国家掠几个以色列嘅人去，变做邻敌，安尼对以色列政府来讲，颠倒比即种几百粒飞大无人机来吼，更较歹处理。麻烦啊呢。颠倒较麻烦，所以咧，伊朗真正爱报复哦，真正爱互以色列麻烦，真正互以色列头壳疼啊。颠倒毋是用即种方式，吼，颠倒有较好的方式，吼，这当然不管人权，不管什物，吼，国家行为来讲，哦，对伊朗伊是有较好的，吼，互以色列感觉头壳疼的方式。但是伊即边用即种飞大无人机，吼，代表伊是爱互即个冲突伫一定的限度以内，但嘛代表讲，我对国际社会我嘛是有一种责任，所以咧，颠倒较有效的方式，但是较麻烦的方式，我无要使用。这就为未来假是爱淡化，爱是爱这个外交的行动吼，有上马本，伊有上马本。你假是以色列继续对我伊朗有威胁，我继续对你的人民、对你的企业、伫全世界有威胁，我嘛毋是做无啊，我嘛是有做会到的可能性啊。哦，就老师你也提醒我，伊也有先去联合国去告状呢。对，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我伊朗嘛有发射几下百粒飞弹，加即个火箭弹，加即个无人机的实力，所以咧，这无可能完全是我伊朗家己发展出来的。这伊朗就甲全世界美国、英国表示，我后壁有头家，我后壁有朋友，这是伊上重要的政治目的。就是双俄，就是罗西亚加阿强啊嘛。哦，所以伊的意思就是，你美国。嘛袂当凊彩来甲我挑战，凊彩来攻击我，因为我后壁嘛毋是无人，吼，所以几下百粒发射出来，吼，往往是种实力。那对以色列来讲，当然对咱台湾上爱学的就是以色列嘅军事嘅实力吼，伊咧外交嘅实力吼，实在是足强。吼，即个飞弹来，无人机来，伊不管如何，伊都有方法把它拍落。而且咧，伊绝对的地空权是绝对有，所以伊朗嘛毋敢派无人机去解炸。然后伊嘛公布就是伊 F-35足用的哦，伊朗来的无人机，即个巡弋飞弹，全部伫飞伫以色列本岛以前，就互伊空军就解决。所以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吼，是伊即马伫个世界上吼会当起来，会当保护伊人民吼。上重要的，以色列绝对无甲人讲，伊朗来我靠咱以色列嘅民防，我靠这个伊朗嘅人拍甲咱嘅城市，咱甲伊朗来城镇战，无这种话啦。进把现代国家一定是靠科学、靠技术来保护伊嘅人民，唔是靠人民讲你要流血，你要流汗，吼，伊要来保护政府、保护国家，无这种代志，所以。以色列嘛，正是有实力，军事、外交卖讲啊，外交美国、英国，吼，这个约旦全部拢至少伫行为上改斗相共。所以咧，伊朗甲以色列吼，都甲对方讲，我后壁是有人哦，吼，所以两国吼未来咧关系无可能好，但是嘛无大战，而且咧真正这件代志以后吼，中国吼，我看中国嘅领导人吼。绝对是足欢喜，吼，因为伊是真正的胜利者，因为这个伊朗的足侪武器吼，证明会当拍到以色列，嘛有飞弹拍到以色列的机场，哦，这个科学、这个技术，假使是中国来的，就证明中国的军事实力。而且咧，这个足侪飞弹为伊朗飞到以色列，我飞几下点钟，所以咧，以色列把伊拍落。这是正常，但是咧，这种技术拍台湾，台湾离中国近啊，敢有遐尔侪国家会当到台湾去挡这个中国的飞弹，亲像美国、英国到甲以色列一样，无可能。所以咧，中国这边我感觉啊，吼，把对以后拍台湾吼，我挂信心吼，嘛是真高。
哦，这老师的观点，但就军事的技术来讲吼，主任，你感觉你评估讲因的飞弹啦，这叫做无人机也好啦，啊，伊的这个弹道飞弹啦，还是巡弋飞弹，你家己的评估呢？咱看吼，即个哦，伊拢吼攻击以色列的物啊吼，有三款物啊。第一个是无人机吼，无人机你都要讲什么看见啊？伊是咱看是讲见证者136吼，136吼，即见证者136，你甲看，你看 Google， 你甲看，伊个形甲以色列古早一个无人机共款，迄叫哈比吼，共款，迄就是伊拢吼，应该算 copy 啦，莫讲 copy 讲以色列有讲哈比的无人机。生做一模一样吼，伊个物仔就讲一个中的无人机哦，后壁呢倒一个飞轮片啦，哦头前呢套一个比如说雷达，还是讲监测器，还是讲飞弹的弹头吼，就安尼起来放吼，所以你会感觉讲吼，伊拢中加一个伊拉克啊，伊拉克过到约旦啊，约旦去过到开始以色列嘛吼，那飞到遮远吼，啊即款物仔就讲咱们见证者136吼，种会飞足久的，按过伊速度较慢。好，速度较慢，所以以色列吼，大部分拢会甲炸落来吼。啊，你也是讲吼，伊拢发射的弹道飞弹，还是讲吼顺利飞弹，迄个较歹炸吼。你弹道飞弹其实较好炸吼，你弹道飞弹你飞去大气层嘛，啊你落来吼，其实伊敢若迄个牵石头的感觉啦，拢算会着，迄较算会着。顺利飞弹吼较麻烦吼，顺利飞弹是讲伊贴地吼，贴喺地面，哦伊慢慢飞，爱咪拍足准的。啊，毋过伊缺点嘛是速度较慢。吼，你弹道飞弹拍去大气层嘛，落来速度紧嘛。啊，你速度紧的话，其实以色列炸落来哦，炸落来。种咱即届吼，以色列国防部哦，有公布讲，有一寡物啊吼，向拍着，吼向拍着，其实吼，迄大部分拢是咧巡弋飞弹拍着，巡弋飞弹拍着，基本上啊，应该拢炸落来，吼，应该拢炸落来。啊，毋过吼，你一时阵吼，你若来足济哦，你可能炸不来。所以助理，你评估讲，这是代表讲。中国的军事技术的资源，乃至到因的水准，已经有能力到这个程度吗？有啊，你会讲，咱一两个月之前，哦，伊拢毋是哦，遐一寡胡塞武装分子有啊，然后伊发生迄飞弹去拍啥？拍货轮吼，迄货轮呢，物仔科技都是来伊朗，啊，伊朗的科技来向中国交流啊，中国啦，北韩啦，罗西亚吼，这几个国家吼，古早甲即摆拢共款，拢用技术咧交流哦，不只是技术咧交流，人才嘛咧交流啊，吼，莫讲资金啦，讲人才啦、技术啦吼，伊个弹道飞弹，你感觉讲一看，大家拢感觉足成的哦，啊，你若讲北韩后比如火星吼18，出来了，伊拢遐嘛有小可同款的物仔出来，这毋是讲牵连性足大，对，牵连性足大吼，啊，你佫毋敢佫袂记，中国吼足早就吼卖迄东风飞弹互相。沙特阿拉伯，所以看摆讲中国吼，踮咧中东即款的武器的市场，伊占有足大的比例啦。所以咱莫看轻讲哦，中国的军事科技吼，踮中东的地位啦。是，那么我要请教到李老师吼，按你看起来这两边咧演这个戏，但是我所知的吼，我毋知对啊毋对，就是讲，以色列足早进前嘛，甲伊朗嘛袂歹呢。一度嘛袂歹，是即个哈马斯出来的时阵，才就变歹去啊！即个哈马斯因为甲真主党有关系，真主党又搁牵连甲伊朗，所以两边才慢慢关系变歹。所以伊这看起来是讲，哇，看起来敢若两边咧对射吼，但是讲真有战争呢，看起来敢若真有战争哦，是毋是讲大家还搁吼孤情绵绵啦，吼，还是讲甲即个沙烏地阿拉伯啦，还是讲？乌鲁旦啊，这个约旦啊，这几个啊，你甲讲哦，这我旧情人哦，咱大家即摆好好啊相处哦。这到底这个国际政治，这到底安怎一回事啊？咱读这外交史啊，哈，外交史咱就知，有这英国著名首相伊安尼讲，你讲国家之间啦，无永远的朋友啊，也无永远的敌人啊，国有永远的国家利益啊。所以安尼就知，就讲咱讲较早日本，8年抗战咯，日本甲咱拍个夭寿对无？啊，即摆来日本甲咱哇，越来越好咧，是毋是？哦，啊，讲像讲较早咱的美国，美国8年抗战对咱袂歹呢吼。啊，咁啊，美国甲迄个中共建交有无？你个真啊，咱嘛对美国真感觉到啊，就是啊，啊，即摆咱对美国咱嘛紧来紧好啊，所以吼国家跟国家之间吼。
有当时也是朋友，有当时敌人咧，这是真正常啦。那感觉讲两个做伙，两个拢有好处，啊，两个变好朋友啊。哦，啊，即摆两个来做伙，讲两个冤家就免讲啊。啊，咱即摆讲这个伊朗甲这个以色列，2000多年前啊，若无迄个波斯帝国的皇帝吼，帮忙这以色列的祖先啊，今仔以色列无，迄个犹太人吼，就无可能住伫遮，你知毋知？伊当初吼2000多年前吼，这个犹太人啊，本来住伫耶路撒冷遮嘛。啊，咁样吼，帕苏啊，被那个巴比伦帝国吼打败。啊，迄个巴比伦帝国国王，迄个皇帝，我最要求呢，兼被这犹太人吼，拢爱搬去因遐咧，搬去巴比伦遐咧，啊做啥咧？做奴隶啦。安尼你看偌要求啦，做个要求无钱啦，你知毋知？啊，咁样是这个波斯帝国打败这个巴比伦帝国以后，啊，这个波斯迄个皇帝才讲好哦。我这皇帝同意啦吼，恁已经搬倒转去，倒转恁故乡。你看，2000多年的历史呢吼，那安尼来讲，伊拢是这个以色列的。嘛，小可文静人的感觉。对啊，哦讲较近代好啦。1948年，以色列独立嘛吼。第一个承认的迄个伊斯兰国家是土耳其啊，那个回教国家。啊，第二个是伊朗呢，所以伊朗对以色列袂歹呢吼。过来，迄个巴勒国王呢，较早摆来台湾访问迄个国王，伊朗迄个国王，巴勒国王呢任内吼，伊朗甲以色列关系偌好呢？1973年啊，石油危机啦，是阿拉伯国家、阿拉伯国家像沙特阿拉伯吼，唔甲这油吼，卖美国甲美国朋友，调关系啊，对，啊，可唔卖呢？以色列当然嘛买无油啊，伊朗吼。提供这个油给以色列的，你看无？你看巴勒对偌好，啊，以色列咧，这个老兄弟咧，对是啊，好兄弟啊，所以吼，1948年吼，甲这个革命之前啊，伊朗革命是1979年啊，迄几个10年期间哦，伊朗甲以色列关系是真好啦。好，啊，1979年以后就革命嘛吼，关系改变，做啥哩啊？这个以色列，这个对不起，伊朗的迄阵啊，迄个国家的领袖啊，科梅尼，伊迄个嘛，安怎讲啊？反美啦，反对美国，啊，就是反对以色列。哦，伊感觉讲，这个连结起来。系对，伊感觉吼，伊咧外国的受苦受难啊，拢是啥？美国支持这个巴勒维啊，啊，所以吼，伊讨厌这美国，啊，伊嘛讨厌啥？以色列讲，以色列看占领这个伊斯兰圣地，哦，耶路撒冷，哦，所以。伊做两方面来讲，第一讲为个人啊吼，啊，佮较早讲美国有支持这个伊朗的皇帝嘛吼，有诶无，所以吼做讨厌这个美国，啊无讨厌以色列啦，哦，讨厌美国，讨厌美国，啊，这美国咧啦，伊朗的少年家足支持啊，哦，啊，这个反对以色列，阿拉伯国家把不哩一个人心想你知毋知？啊，你讲个伊朗个退得出来咧，所以你看。从1979年以后，伊朗革命以来，到今嘛吼，想支持这个哈马斯啦、巴勒斯坦的是谁？是伊朗啊。沙特阿拉伯是阿拉伯国家上有钱的，伊敢无？伊就无咧插啊。无咧插啊！哦，不但无咧插，不过以色列讲不来关系正常化，看有影哦，伊爱甲以色列安尼眉来眼去哦，迄巴勒斯坦看了足艰苦呢。咱拢是阿拉伯兄弟啊对啊，你都唔帮忙我，啊结果是人这伊朗我，迄唔是阿拉伯国家呢？来来支持我呢？佫无共款教派。是啊，所以伊朗伊这嘛一个目的吧，伊讲我是什叶派，吼，我是这穆斯林另外一个派，但是吼，我较有正义感，我敢讲话，我较正宗啦。对，我安尼，因为争取啥咧？争取这个。讲伊斯兰世界的领导霸主，我就是吼，恁的大哥啦，你连靠我，靠阿拉伯无路，靠沙特阿拉伯无路用啦，靠这埃及嘛无路用啊，靠约旦咧，佫较无路用，所以你就靠我，所以伊这把伊外交目的啊，伊迄个什么教会的目的啦，多方面的目的，迄是安尼啊，佫讲啥呢？迄把真趣味啊！伊朗甲伊拉克拍8年的战争嘛，敢若讲较早咱甲日本拍8年无？拍8年的战争啊，迄阵啊，这个伊朗甲以色列无邦交呢，啊，但是以色列嘛，偷偷帮忙伊朗咧，甲一寡武器卖互伊朗咧。是啊，伊安怎讲？
然后这个伊拉克个阵是湖山海山嘛吼，拍败这个伊朗吼，哇，这个海山一举独大，迄个比赛了，到尾后摆还做以色列嘛大危险的吼，啊，所以吼。互因做去拍，两个拍到差不多，两个拢起做上好啊。所以以色列的考虑是讲吼，互这个伊拉克甲伊朗拍啊，两个拢无力啦，我就安全。啊，另外一种以色列嘛真厉害，吼，这么是安尼，甲美国给拖落来。是讲这海山嘛真厉害嘛，哇！我以色列拍海山，迄台阶伤悬嘞，所以什么利用这个美国，还有小布什嘛，中计。去拍伊拉克，你讲拍几年哦，是好啊，所以美金几千亿。啊，所以即卖这个以色列总理那趟也有啊，伊嘛想要把美国拖入。对。啊，但是拜登哦，头脑你看你结会啊，头脑不哩清楚呢。伊讲吼，以色列你这边来个报复吼，伊拢拍你啊，你想我卖个拍，你来报复吼，我不参加哦，迄是你甲伊朗代志哦，我袂插哦，所以吼。美国啦无开这有影呢，有影。美国众议院长吼，伊甲这个援助乌克兰、以色列甲台湾的法案吼，拆做3个表决吼。但是呢，伊希望伫伊朗报复攻击以色列了吼，互卡伫这个众议院吼，才过外月呢。参议院先通过进行950个美金一包吼，要来援助计划。可能到19号才进行表决的。对。这个美国人伊嘛家己也拍算咯。会啊，会拍算啊。其实呢，当初奥巴马哈，就是反对这个内塔尼亚胡啊，对伊朗动武啊。因为以色列的迄个总理啊，伊的想法就这么这个总理的想法讲，我先拍伊朗，伊朗不拍我美国你就来，我就比你边啊，好美国去拍伊朗。所以这个以色列想法是安尼啦，但是美国即嘛知嘛。你知影讲，我若安尼废去呢？即摆咧乌克兰战争对无？我已经真无用啊！这个大陆对，中国大陆的话，你这个东海、南海、台湾海峡安尼，不干呢？我是倒手正手都真无用啊！若补即空伊朗还得了？这补伊朗毋是讲一两工的代志呢？补这伊拉克补已经10年啊，对无？补伊朗还得了？所以美国无可能讲帮助以色列来拍伊朗。所以伊嘛是爱经家己推软的来食啦，吼。这洪总吼，你来评估像头仔郭明主任所讲的，中国的角色吼，在这个伊斯兰世界、中东的世界，不管是伊朗也好，还是沙特阿拉伯，还是讲这个乌鲁旦，这个约旦，还是其他的国家，因的这个因的军力啊、军事的交流的经营，大概是安怎？其实对于中国来讲，吼，伊自古早伊来讲建国的时阵，因为特别个有强调讲吼，伊嘛要学一寡无革命的这个感觉，伊毋是真正无革命啦，吼。一开始是无法完全听苏联的，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革命。但是落尾是真正是跳破面啦，吼。毋再讲。后壁还做这些，包括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之类的。当然咱倒转来讲到即卖时阵，因为即卖的科技，其实尤其伫武器方面的科技，伫这咱讲第三世界吼，除了欧洲甲美国之外的世界来讲，其实是头前，这无毋对。罗西亚嘛含伊差不多。我讲真诶，有些所在的系统是中国较厉害。有的所在系统是罗西亚较厉害，但是对于即卖包括伊朗来讲，也是讲其他的中东国家来讲，包括你讲是这加沙地带这巴勒斯坦因遮的人来讲，伊其实摕到比上好搁较重要，先有较重要，较重要。有是会使用，无一定要上好。所以其实咧，这个 strategy 吼，和人无啥共款是安尼。中国对这个国家伊援助嘛好，还是讲卖伊个武器诶先行为也好，还是讲化整为零。我拢甲拆线，变零件无要紧。我规组虽然买的时阵是规组卖你，但是我拢拆开，上紧所有的办法我拢送互你。包括你讲就在加沙走人家吼，伊做侪物件运袂入去。用车运袂入去，但是有地道，
地道的时阵，伊飞弹无就入去，要安怎？啊，拆线，拆零件，拆零件，啊，一人派一寡，啊，无个奥多巴，啊，无个用什么用什么驴子当去救，吼，想办法啊入去甲组起来。所以以这款做法来讲，尤其咱讲呼应毛泽东的，伊足强调游击战的游击战，伊这个想法有足成的。啊，只是讲演化到即摆变成伊朗要出来做大哥。吼啊，其他人要配合伊的时阵，伊要拍的时阵就是无共款啦。所以也变成讲，我摕起个科技，含你的人，像昨国民讲的，含你的这个科学家来，我伫你遮研究较适合你的系统，啊，佮有主要是伊的这预算是偌济。咱有人咧算讲吼，哇，这以色列吼，哇，开钱开300亿啊，安尼要倒啊吼，还是安怎袂好啦？毋对。各个有人讲摕迄个孙子兵法来教示讲，哦，你上兵下交啊，你这无应该去拍，你应该去外交解决啊。歹势，真正两边要拖住的时阵，你是交100个朋友，还是200个朋友？伫联合国安理会拢你的朋友，联合国大会拢你的朋友，啊无一个要出手。啊，不如比我是拳头母。讲，比拳头母的时阵，有2个好朋友做大石的出来替你出手。外交嘛是讲实力的。啊，佮有讲利益，这李老师最清楚。啊，所以你若讲靠倒来用中国的想法来看，伊即摆来看，伊上好会讲吼，你台湾上好，拢每一个朋友拢逐工拢来讲，啦，我来参观恁总统府啦，含你总统食饭啦，吼，含你做好诶啦，表达你支持，无效。伊上爱看咧，大家拢甲你讲你好朋友，大家拢要来买晶片尔，结果咧，真正要出去的时无半个。所以毋则讲，你爱搁做诶吼，我毋知怎今早这本册来，这本册毋是圣经啦吼，但是反正中文吼，其实英语较重要，就是武器发明的记载 ，Wizard 是小可像魔术师啦吼，变魔术的。伊这英文的名是讲以色列吼，安怎变做高科技的武器的强权。啊，中文吼，这出版社这我的朋友吼，伊个翻译讲吼，因为这是迄款吼会惊讲吼，去用摕去断头台吼，甲斩你的头的时阵，你讲去用惊吓吼，会逼使你吼，伫咧创新，讲你的武器，要赢过人至少10年、20年，甚至30年。当然无可能拢一定是安尼，包括这Iron Dome吼，这铁穹。其实，伊2007年的时阵就开始发展，但是过程中咧，以色列的这政府高层想讲开伤侪钱啦，吼，啊，这我去买美国的迄用炮弹较紧啦，啊个炮弹吼，伊敢看着炮弹迄大气吼，哇，做牛安尼，啊，甚至讲搁较厉害，哦，雷射吼，哦，雷射讲啊，你偌济拢会拍落来，但是迄开发爱足久的，因真正。捌科技的人一看讲啊，这无法度等袂赴，所以咧偷授权一组人，透过吼讲设一寡预算吼，啊走一寡边门吼，甚至讲用参谋总长较有诶权利，但是一个基层的军官，或中层的军官，伊个刮落去啊！啊，是安怎？因为伊过去伫外口咧做代志的时候，有结缘着讲有一寡投资者。会使透过一寡方法投资倒来以色列，互这个拉斐尔，这个以色列上重要的这个飞弹的制造商，摕到资金，讲哦有人要甲我支持，所以政府的资金还未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做到讲政府要来看的时候，其实就有啊，啊时阵情势已经改变了，因为安怎？因为隔壁的人，包括这巴勒斯坦这的人，飞弹啦。花钱拢直直咧弹啊，愈来愈济时阵，伊个迄出来。技术也会付起啦，哈。对，所以这毋得讲，咱台湾一定爱创新力，创新。咱讲台积电 TSMC， 逐工讲台积电，伊靠啥？伊是靠你摕袂走的创新能力，毋是技术咯。技术后壁是创新咯，因为我直直咧新，我成熟的吼。成熟的吼，
嘛手的物件。我讲刷你无要紧，我刷你日本，刷你德国，刷你美国，就会抢落互你无要紧。啊，你也当然买嘛吼，毋是买 chips 尔。你买袂着我的头脑，甲我的精神。是，张老师吼，其实我要替真个观众朋友来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讲，其实世界吼，包括欧洲甲美国，真侪人咧反对以色列吼，继续对着哈马斯、对着加沙，就采取了行动啦吼。这个差不多，我听起来这个声量吼，差不多已经超过支持以色列的声。美国伊本身伊嘛是压力真大，在人道哦，在自我防卫的顶头上，吼，你认为咱台湾应该是啥物立场？咱今仔日还阁有蔡总统接见到以色列派来的人，吼，的国会议员安怎？你认为，若你自己啦，你应该也站在倒一个立场来想这项代志？头拄仔我讲过，以色列甲其他国家吼，历史上是足复杂，倒一个人是较正确，倒一人是较无正确。这实在是毋是咱节目的时间会当讲得清楚。是。但是不管如何，即马看起来，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政府对以色列当然有无同的意见，但是为着以色列去拍哈马斯，对以色列有经济的制裁，对，我看无，甲以色列断交无，所以我看吼，全世界所有的政府，讲实在拢是足现实啦。国内的社会是安怎反对，安怎这个对以色列反对的立场，这是每一个国家家己的言论、社会的自由。但是实际上国家的政策吼，莫讲是这个欧洲、美国、亚洲其他国家，连以色列边的头拄仔讲到埃及，头拄仔讲到约旦，这款的国家吼，甲以色列拢有拍过战争，即马已经过下个月过去啊，嘛无甲以色列断交，还是其他这种的对以色列有这种的报复拢无。颠倒是其他的国家，埃及甲约旦吼，无明讲，但是支持以色列的部分的军事的行动，部分就是伊嘛惊这个加沙的这个难民吼，走来我遐去，所以讲实在吼，这是时代之间足悲哀的事实，就是国际社会哦，真正你假使爱甲其他国家发生冲突，我看哈马斯就是安尼嘛。你讲你爱去报复以色列，你爱对以色列发动战争，这历史上你是啥人对，啥人唔对，这咱无去评论。但是足明显的就是哈马斯根本无做甲以色列长期的抗战的准备，无以色列拍入来，咱看到哈马斯敢有好好的保护伊的人民，无。就互以色列把伊个规个国家吼，假使咱讲加沙是伊个国家吼，基本上全部占领，然后期待国际上来甲伊斗相共，期待国际上去阻挡以色列嘅行为。讲实在，对咱台湾人讲，就要看到拢无效，本身无外交嘅实力，无军事嘅实力，无真正嘅朋友，安尼咧。真正发生战争的时阵，国际上不管安怎支持，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看欧洲嘛好，美国嘛好，足侪少年人走到街头去抗议以色列的行为，但是咧，敢有人真正讲好，咱较去加沙做这个战术，这个战术去协助伊去抵抗以色列，无嘛？所以咧，对咱台湾来讲，就是吼，伫这个普通的时间哦，一般这个和平的时间哦，就要真正认真来增加咱的军事甲外交的力量。因为即马中国就看嘛，这个中国拍台湾，伊讲伊是内政问题，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拢甲中国外交关系。
伊当然嘛拍算拍台湾各国可能会经济制裁中国，真正咧伫外交上反对中国拍台湾，但是咧看到以色列嘅例就知影，以色列较细，无真正国家去派联军去保护哈马斯，敢有国家真正会来保护台湾？这当然两边状况无共，但是咧，是毋是即种即个中东的状况互中国嘅领导人一种无共嘅想法，幻想，一种幻想，一种错误嘅想法，而且咧，以色列无法度讲说服去买全世界国家去支持伊嘛，无法度。中国是毋是有即种实力？咱嘛毋敢讲无。所以咧，就是看到外国战争转倒来，就是咱台湾应该爱受看卖。每一个战争拢是爱去学，亲像伊朗即马拍足侪飞弹去即个以色列嘛，即成功嘛好，失败嘛好。中国绝对派足侪人去伊朗，讲你这经验安那，甲咱修正，然后咧你经验好我保证绝对甲你继续支持。伊朗嘛袂惊把经验甲中国讲嘛，因为中国无可能去拍伊嘛。所以咧，咱台湾即马敢有人派甲以色列去讲，恁是安那保护恁国家？你的铁强有当借阮来用？对啊，恁是安那组织你咧防卫？我看台湾根本嘛无人，无可能，以色列嘛无可能下你讲。无啦，我先问讲，各位注意，伊的铁强咱敢有通模仿，还是叫因来帮助咱来做？咱其实咱台湾的实力足强的，你铁强的壳是咱台湾做的，你可能唔知咱铁强的壳是咱台湾做的你同咱等下讲铁强伊讲歹听，伊讲伊是就射粒飞弹一个系统呢包含一个控制中心雷达啊个4个发射器，每一个发射器有第20枚的飞弹，迄种小飞弹为什么铁强较有效呢？讲歹听，你都是用飞弹去拍火箭譬如讲哈马斯拍过来火箭，还是讲大炮的炮弹，还是讲迫击炮的炮弹，拢牵过来炮弹较便宜啊较便宜，可能较俗可能一个炮弹1块，你飞弹可能要10块。你要用10块的面去拍1块吗？你敢买？你经费老够，你会使安尼做你讲，你变讲你小飞弹去拍火箭，火箭是无导引的嘛，飞弹有导引嘛，飞弹有导引，头前迄个头就价值啊，迄头叫导引段，迄种贵松松的啦，贵松松啊！你讲你要用这20枚的飞弹，小飞弹去拍火箭，会使无？以色列的科技做到嘿。咱若讲要引进会使啊，你有敢有这钱？你引进了，你要放喺倒位？你是放喺机场，还是讲放喺军港，还是讲放喺台积电，还是讲放喺你的核电厂？迄拢爱想好那以色列的态度是讲，伊甲迄铁强拢靠北平，因为北平拢是黎巴嫩的珍珠党拍过来较济嘛所以伊拢踮遐布置较济伊的铁强，伊铁强了古早即摆看资料。10套尔讲10套尔你讲你10套你讲主任，你讲伊才10套啊？10套，迄当阵的资料是10套一套是差不多4个发射器一个发射器20枚小飞弹，80粒就300几粒的飞弹，所以迄当阵10月3，去年10月3号伊就牵足侪人迄种无人机用飞弹过来炸袂落来嘛，因为伊个飞弹足济嘛，拢炸袂。毋过呢，伊个大部分呢，迄当阵去年10月拢是拍较无人的所在以色列对人口较济的所在拢有炸落来毋过讲歹听以色列的土地嘛愈来愈少，人嘛愈来愈济所以你看古早偏高遐话，即摆拢大人尤其是屯垦区那伊个发展就是讲咱古早新增是讲20年前开始台北偌有，即摆新大新吗？对，即摆新增嘛发展以色列嘛共款，以色列即摆人嘛愈来愈多，所以你要去无法度去拢甲迄所有人口的小块新城拢甲走来，无可能所以伊嘛拢布置咧伊个军事设施。迄一组足贵贵什么？讲歹听，即摆武器拢
咱讲拢一来一去，迄拢一来一去。你看你你的军事有算有法济，你有法济去买吼，你若无法济吼，咱可能靠民防。所以因的民防嘛做了袂歹啊，所以咱若是要引进吼，毋是无可能。看到有即个钱哦，咱讲歹听，咱连对抗中国的无人机都对付袂了，搁对付伊的飞机，这我是较悲观啦。哦，你较悲观哦。悲观啦。你感觉讲对付伊的无人机，咱还阁找无方法？无，咱的无人机吼，其实咱的中科院吼，咱的科技嘛足发展，啊，毋过是拢无甲经费哦报互陆军吼，陆军咱讲歹听，咱讲迄当阵嘛，即个月吼，即个月毋是讲一寡中国的无人机去离岛遐甲你翕相嘛，吼，翕相了其实咱空军早就有啊，空军早就有迄无人机干扰枪。啊，毋过无报咧啊，陆军无，陆军甲2年前较报咧。啊，讲歹听，即摆拢爱科技建军啊，拢你要有陆军吼，迄小的雷达吼，去看会到这无人机较有迄个材料，啊，这拢爱钱，这拢爱钱。哦，这拢爱钱哦，但是吼，有当时吼，钱啊，你阁买袂着呢吼。是啊。吼，老师，如果咱若要去以色列买这，美国人会答应讲，无人机买。咱较早嘛捌买以色列武器啊，咱较早迄个，咱讲什么？迄个雄风飞弹啊，它的前身啊，你以色列种的百家利飞弹嘛，咱较早就一个以色列买了飞弹，啊买了以后咱再改了，变成咱的雄风，啊改来改去，比以色列较好呢，较厉害呢，吼。啊，另外以色列较早嘛，同意卖这个因讲什么哈，敢若是雄鹰战机啊，一种的迄个战斗机啊，哦，迄个技术。不，安怎讲？不合理啦吼，比美国较俗啦，袂互咱。啊，咱嘛准备要买啊，到尾美国讲，美国讲你甲咱买就好啊。我有 F16，你不要买那个什么这个鹰式战机，啊，所以迄个交易迄个交易也无成，啊都无成啊。所以吼，咱较早甲这个以色列吼，这方面军事合作啊，还算袂歹。啊，所以咱较早中科院啊，离遐无代表啦。啊，以色列嘛对咱吼，这个市场啊。真有兴趣，因为咱台湾需要这个现代化的武器嘛，哦，啊，以色列国旗袂歹啊，所以来讲，咱决定要买吼，应当是无问题啦。啊，美国也未反对啦，因为这个以色列这个系统甲美国迄个系统无共款啦。啊，问题是讲，这个提供啊吼，提供系统去对付这个无人机啊，甲这个什么火箭啊吼，跟我们咱目前这爱国者飞弹不共款嘛。爱国者飞弹对付的是阿强啊，迄个弹道飞弹，弹道飞弹，迄种讲几百公里远飞，几百公里的1-2000公里迄款的啦。所以吼，爱看讲咱有需要什么款的武器，系啊啦，有需要啊。第一是讲应该买，第二是讲，喂，无在咱总可以买法度来设计啊，来制作啊，这有可能啊。因为咱的天宫嘛不哩厉害啊，是讲迄不哩贵啊，哦，所以吼，我感觉讲。爱看有咱需要无需要，因为吼阿强啊飞弹拍到台湾来真紧嘞，迄是几分钟嘞。你看这个伊朗的无人机飞不甲以色列飞几点钟嘞，对好。啊，你讲阿强无人机飞落来嘞，所以吼咱的需要武器。咁武器啊，对啊，对啊。洪总，我补充一下吼，因为拄则李导师有讲到讲，中共的飞弹甲对台湾威胁的武器偌济吼，咱这先想清楚。但是上新的一个做法就是。长射程的吼，这火箭，中共嘛做不哩济咧。伊即马叫做远火部队，所以毋是加飞弹，包括200多公里以上的这火箭。所以你也新竹吼，因为新竹我大陆较近，其实拍会到，直接飞过来。火箭毋是飞弹，所以火箭的意思讲，我免走去大气层迄轨道上吼，啊练一练甲落来免，伊个是。直接保护线安尼来就好啊，吼啊，其实这较麻烦，因为伊嘛较省，伊的成本较低。啊，伊一摆甲你射100粒。所以咱即摆问题就是讲，即2天伫屏东伫石棚基地咧试射吼，试射讲这陆地发射型的剑2飞弹，这个新的防空飞弹，就是讲较低程的吼，较近的吼，由这来拍。所以啊，准讲这个部分啊量产较大，这产量较大的时阵，咱成本会讲拍较低嘛，对无吼？每一粒拢会拍较低，所以这个变成讲是后壁的计划啊。因为即摆初期买的部分无济，才几百粒尔。啊，所以铁工可能可以含差不多，
只是讲伊吼雷达甲伊运算的这个单元吼，是因上核心的所在，我有咧知的技术。所以美国即马吼雷神啊，甲伊买，毋是甲伊说咧买哦。啊，当然买因中间有一个过程吼，是咱较无清楚嘅讲。其实为2000差不多07年、08年之后，美国个慢慢啊一寡钱互以色列去做铁匠。伊美国国会处有算讲，到2020年迄11月年底为止，就已经互以色列16亿美金去做这个物件。所以美国人有投资伫内底的意思啦，只是无去算迄股份啦，吼。啊，当然甲你买的时阵，会使来讲。另外一点钟哦，请。